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0月10号，我们的国庆呢，在教会组我们要来分享的是接地气也要是真理。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1章1到15节。首先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我爱你们到了极度的程度，像上帝对你们一样，因为你们好像贞洁的童女。我只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就是基督。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11章的经文在描述保罗，他就直接责备哥林多教会居然听信了假使徒的信息。另外，保罗他也说明自己为什么不向哥林多信徒收取他的金钱。保罗继续哥林多后书10章的主题，他语带讽刺来说，他为了跟这些假教师比较，而被迫为自己使徒的职分来夸口。哥林多前书15章的第9节，保罗他曾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我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迫害上帝的教会。他这样说过了。那为什么保罗在前书自称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然而在后书这边我们看，他却一点都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他就这样想。其实保罗他这样的为自己来辩护是不得已的。哥林多人他们并不领略保罗的谦虚，也不因保罗他自称为使徒当中最小的而觉得他比较谦卑，反而他们以为你真的不够格来做使徒，所以保罗不得不要向哥林多人来为自己辩护。保罗他责备这一些哥林多信徒，你们信仰不专一啊！你们竟然容忍假使徒，并乐意接受另外一个灵跟另外一种福音。有关他传福音不接受馈赠的批评，保罗他为自己来辩护说，他是出于爱心，他要坚持这样的原则。为什么？这是要跟这些假使徒有所分别。保罗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并不是没有缺乏他还是有需要。但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工作却不接受这些哥林多信徒的供给，反而怎么会接受从马其顿这些教会来的信徒的供给呢？因为保罗他只接受出于爱心的奉献。然而哥林多书信来看，我们看到哥林多这些信徒因为假使徒他们怂恿或者是传递错误的这样的信息，所以他们对保罗有一些的怀疑之心。保罗在这里他要说明为什么他要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保持不接受他们金钱接济的见证，那是要为了断绝那一些假使徒的机会，就是攻击他，使他们没有任何的把柄，说他们跟使徒保罗是一样的啦。所以那一些假使徒到哥林多的时候，起初他们可能表现得比较廉洁其实那只不过是要得着哥林多人的信任的手段。后来他们就
显出狐狸尾巴来，显出他们的贪心。那如果保罗也不过起初拒绝这样的一个哥林多人的供应，那后来如果照样接受了他们的供应供给，那岂不是让那一些假使徒有机会来控告他，说他所夸的，他们自己夸口自己，跟使徒保罗不是一样吗？所以保罗就是要让这一些人没有机会来控告他，或者是说说他，所以他始终就是不要连累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而不接受他们的供给。保罗也提醒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要认清这些假教师、假使徒的真面目，因为这些人他们装成好像很属灵的样子，不足为奇。因为连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假使徒不是完全没有好的行为啦，不过他们的好行为是装出来的。保罗要这些信徒能够辨认诡诈的人，不能只看到他们行事的外表或他们所装成的模样而被迷惑了，应该要留意他们诡诈的本质，要避免受迷惑，以至于把他们带离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来默想，保罗在缺乏的时候为何不接受哥林多信徒的供给呢？他有没有什么样的顾虑？我们可以透过刚才的牧师的分享，你再思想一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求你赐给我们纯一清洁的心，让我们的心单单向着耶稣基督，也能够明白真理。因为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才不会被这些异端所迷惑，而离开了主耶稣的爱和他救赎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时时刻刻蒙福。我们下次再见。